地板有这个是饮料的嘛，用这个喷一喷啊，汽车的也是啊，用这个喷雾器喷一喷，汽车的也是啊，汽车的那个有鸟粪的也可以，也是这样，喷雾器喷一喷。喷雾器喷一喷，然后用那个卫生纸，你看这样就可以擦呢。看到，然后等一下再用干净的卫生纸擦。如果擦不太起来，就再喷一次这样。等一下还要用干净的卫生纸来擦哦。这个鸟粪不是，这个不是鸟粪，这个是饮料滴在下面，用这个喷雾器来喷，然后用卫生纸擦。擦一次，然后用干净的再擦一次。这个也是大理石，白玉大理石，道清了，诚心捐献，然后是建造大道场，古早浅显的诚心啊。以前的佛堂没有那个这么好的设备，还没有水泥地呢，是泥土的土地，就坐在泥土的土地上，有人加上那个麻布袋，坐在麻布袋上呢。以前都要走路去佛堂，或者是骑脚踏车，骑到别的县市去参加，很辛苦的，去还要回来。现在都有车载。以前的天气热，以前的温度也没有这么高啊，不过也是热，也是很难过受得了热。现在的都有冷气了，要好好把握好的资源啊。